刚才搞地这个去了，后面我就打，你这边看了嘛？哎，我那买的，搞了就半忙我到了，搞了进来，我这那个好了。我到了毕业个的好嘛。我的。干嘛？这边东的真好吃，我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我是找就是那个灯红。不个整，别干嘛大家，我都帮老人家了，老。叫我喊他打到。家里嘛，人家生活干啥？哎，等你，一个包装，一个包装，到了我弄干的。可这么大？我们当然做好啊。多个充装了。一路包装了渣。要不要我这边忙活了？中档出来。找点照片。那这都帮忙嘛，没啊？都到。你看不出来。我弄来了。啊，到了。到了。哪个电梯就是谁？长了，感觉少了啊。来了，你先看来，这都知道不？这他放好了是到了。有可能容易老哈。那你拉呀？你这不拉的，我长得路照哈。对，也拉的。我可能地，我个那都个了个的。个地都本来个我把长楼里空过啊。出来。干啥啊？我拿来冲好处嘛。哎呀，干啥？我那个来，一个人。这一个是绿上山。走。我个来。你一会儿这收着嘛？我带的。